今日去羅湖湖背附近一間水會叫京鵬國際水療，就喺京鵬賓館2樓，聽講係今年先啱啱開嘅，好多師兄可能仲未去過，帶入去睇下環境。入到去賓館，行樓梯上2樓就到。前台地方唔算大，裝修都幾簡單。右手邊有張價目表，項目選擇其實都唔少。過去男賓室睇睇，男賓室裝修都幾新淨，更衣櫃有好多個，毛巾乾淨衛生。沖涼房有10間，全部有布簾遮住，私隱度都算唔錯。沖完涼過嚟就係泳池，頂上裝咗好多彩燈。湯泉對面就係濕蒸房。呢個裝修望落去就麻麻地，男賓室出嚟就到大堂，裝修都好新淨嘅。隔籬就係餐廳啦，每日下晝6點有自助餐供應。大堂仲有樽桌球台，免費提供打桌球。水會有睡眠艙，大概有20個。頭頂仲有星空燈，熄燈之後應該幾靚。大堂旁邊仲有間遊戲房，有3部街機、2部主機遊戲機，娛樂配套真係唔錯。再行去房間區域睇下，走廊燈光都幾分亮。房間地方唔算大，咖啡色榻榻米座好少見。佢一開始由身體兩邊落手，將手輕輕按壓，等背脊慢慢適應觸感，之後手法逐漸深入，沿住脊椎兩邊慢慢向下推，節奏幾穩定。每次按壓再放開個瞬間，真係感覺到肌肉慢慢散開。特別係肩胛骨同腰嗰啲位，會加大力度，好似將深層啲疲勞慢慢拉出嚟。成個過程冇急動作，都係溫和咁慢慢放鬆，情不自禁調整呼吸，你係跟住佢手法節奏慢慢靜落嚟。按腿嗰陣，先由小腿開始，將手交替由外到內按，動作實淨但唔生硬，感覺到繃緊嘅肌肉慢慢鬆開。佢順住大腿肌肉方向一路推上去，到膝頭哥附近就輕手啲。再一路落翻去小腿，小腿嘅手法更加有節奏。成個過程好似由大腿到小腿做咗個完整循環，雙腳慢慢覺得輕盈咗。京鵬國際水療呢個場地方夠大，因為今年先開嘅，裝修都幾新淨，設施算幾齊全，可以浸泳池蒸桑拿，又可以打桌球打機，仲有免費自助餐同太空艙。有興趣嘅師兄可以過嚟試下，真係幾唔錯啊！